后来乡亲啊，台湾之光，台湾的汽车美容师傅王俊兴甲陈俊霖到中国参加汽车美容的比赛，一路是过关斩将，打败世界200外的参赛者，摕下冠军甲亚军。两位台湾青年用实力证明台湾汽车美容的技术世界第一等。汽车美容师王俊兴甲汽车钣金上蜡。 但10分钟内要完成抛光咧，我甲这个幼儿纹路处理掉无简单。就是因为它只多了一条刮伤，它被刷掉。王俊兴就行20档，去年的参赛第一轮就无过啊，今年搁再顶来，因所比的是美容了后这车，什么人的分价上少？伊不断的磨练技术，宣布得到冠军的喜庆，非常欢喜。过去那边是真的还蛮辛苦的啦。这个行业哦，不要再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你们就是很低贱的工作。 另外，得到亚军的陈俊霖，入行前是洗车的小弟，即马有18档的资历。这次参赛，伊第一轮就拍倒去年的全美冠军。来看这个钣金处理后，金丝是镜面，甲处理前完全无同。伊伫决赛时佫发烧，不过甲家己讲，拢行到这步啊，绝对袂用放弃。我一直把专注力放在车漆的转变上面，其实当下身体上的不舒服，其实没有影响太多。 陈俊霖伫比赛专程第一点国际幸运帽啊，成功行销台湾2名汽车美容师傅，打败各国200名好手，向全世界证明台湾 No.1。